石硿仔区公所举办石硿仔艺术定节，今年是以幸福温暖为主题，甲石硿仔打造做一个浪漫温暖的小山城。一年一摆石硿花用艺术定节，今年进入第4届，登记对今日开始到明年的2月初5。那今年是以温暖幸福为主轴，那我们今年有7大主题的灯区，那灯区分布在我们的林丹月台，还有我们的情人木桥，还有狮水歌区等7大主轴。今年以幸福温暖做主题，打造幸福转运后一站。伫热闹广场，阁有高达7米的八芒青耶诞树，边啊阁有流水造型的艺术装置。就是一个来这边看，然后来这边玩。觉得来这边也是玩的地点也有山有水这样子。东方热浪沿线，阁有星球光海等等光环境的廊道，欢迎大家有缘做伙来遮翕相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